台南市立病院对2020年伫咧桂林设立实地社区的服务据点，一直甲桂林教会来合作，提供长辈认知的促进，加延缓实地的课程。现在更加向下来扎紧，举办小小医学营的活动。在号上午由病院的院长蔡良敏，甲桂林教会牧师李英贤共同主持开训仪式，并且由医院准备小朋友的医师袍。教导小朋友认识一般的医学常识，加正确的用药观念等。台南市立医院这次很高兴跟我们归仁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来办这个医学认知营那么有来自各地的将近30位小朋友那我们就是在让小朋友呢在这个1个礼拜的时间认知一些重要的医学概念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向下扎根培养小朋友那么对医学的兴趣那么至少也了解了这些医学的知识当然包括对身体的器官，还有急救，还有一些伤口包扎、用药安全、认知失智症等等的这些重要的课题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让小朋友从小就认知医学了那么也可以了解如何照顾他的亲人，那甚至期待以后有机会，他们也能够对医学这个领域能够有所投入。我们在设计营会的当中因为市立医院也给我们这个社区桂林社区有很大的帮助跟鼓励特别对长辈的照顾不管是用药或者是在生命上的照顾的部分。都让我们想说，可以把它投入在这个营会的元素当中。我们的教会这个场域是强调信仰跟生命的结合，那也强调这2个结合之后怎么做社区行动或者是社区辅助的一个工作。那透过营会可以让小孩可以体会到平常我们在帮助社区或帮助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照顾自己的家庭过程当中的生命的营造里面，营会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也就像刚刚市立医院院长所说的，向下扎根不是在医学上向下扎根，在信仰跟在生命上的向下扎根让小孩更看重自己将来更多发挥的可能性，这是营会的目的。为期1礼拜小小医学营的课程，包括用药的安全、空气的处理、加认识身体器官等基本的医学常识，配合桂林教会设计的趣味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宣导用药常识等，让每一位小朋友拢受益满满。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